數學題大挑戰。希活，今日我哋做一份簡單嘅數學題先。好啊，唔該晒。哇，犀利喎呢啲題！第一題經魚缸內有12條魚死咗一組，第三題床小朋友計咗幾條魚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哇，咁快就做完啦！果然而家嘅小學題係非常之困難，同埋題目都係好多啊！我哋其實小朋友面對住真係好大壓力。作為咧，如果要輔導小朋友功課嘅家長咧，同樣壓力唔細啊！所以偉希咧會繼續喺家庭方面咧多做倡議，減輕大家咧喺照顧家庭同埋育兒方面嘅困難。我係1號關偉希，立法會選舉九龍西1號候選人，懇請大家嘅支持。對答案。噔噔噔噔，偉希啱啱咧就答咗10題嘅小學數學題啦，咁樣都有8.5分嘅喎都。不過咧，其實偉希做起上嚟嘅時候咧，都覺得幾困難嘅喎，即係可能咧，即係都脫離咗學堂一段時間啦。咁其實當中一啲問法啊，包括啲計算方法咧，可能同標準嘅一啲方式同埋教法咧，其實可能有啲唔同。所以咧，作為家長群體咧，就算我哋家長去輔導功課咧，有時都覺得，好似一題好容易，一題咧就拗爆頭都諗唔到。其實咧係，我覺得係一個教育方式，同埋始終我哋作為家長啦，以工作為主嘅時候脫離咗學堂，咁變咗咧，其實輔導功課一個成效咧，都係會影響小朋友嘅學業嘅。所以偉希咧，其實倡議咧係要拓展咧在校課託嘅計劃咧，讓到小朋友咧可以喺翻學校嘅環境入邊咧去做下功課，亦都有適切嘅人士咧去指導佢哋嘅功課。一嚟減輕咗家長喺育兒方面嘅壓力啦，二嚟咧亦都咧讓到小朋友做功課嘅時候咧，其實有更適切嘅指導同照顧，就減輕咧可能家長喺輔導小朋友功課嘅時候產生嘅一啲摩擦啦，從而咧就令到我哋嘅家庭嘅關係咧會更加好。我係立法會選舉九龍西1號候選人關偉希，之後咧亦都歡迎大家就住家長教育、家庭支援方面嘅政策咧多同偉希做交流。多謝大家。